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依家就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無霜雙門雪櫃嘅使用方法同埋保養說明。呢部雪櫃嘅淨容量有275升，採用變頻壓縮機，特有白金抗菌濾網，除菌高達99.99%，有極速冷藏同埋冷凍功能，冷凍能力有11公斤每日，原產地係中國。位於雪櫃上方嘅係冷藏室，下方嘅就係冷凍室，我哋俗稱冰格嘅地方。位於雪櫃最高嘅地方就係控制面板，而冷藏室背板後面就係白金抗菌濾網，係無需更換嘅。冷藏室最底部就係 Fresh 蔬果保鮮格，適合存放蔬菜同埋水果。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嘅左邊係冷藏室溫度選擇，而控制面板嘅右邊就係冷凍室嘅溫度選擇。冷藏室建議嘅溫度為4度，而冷凍室建議嘅溫度為-18度。極速冷藏同埋冷凍功能啟動之後，冷藏室同埋冷凍室會以最快嘅速度製冷。喺存放大量常溫食物之前呢，可以開咗呢個功能先。如果雪櫃門打開時間太長嘅話呢，會着咗提示聲提醒返用家。咁閂返埋個雪櫃或者撳一撳 Alarm Off 呢，就會熄咗㗎喇。關於蔬果保鮮格嘅部分，鎖塞保鮮格嘅保濕效果呢會比較好，咁比較適合存放蔬菜同埋水果嘅。關於注意同埋保養事項方面，請定期檢查有冇過期嘅食物。第一次用之前呢，等個雪櫃凍晒先放食物入去啊！記得等到啲食物凍晒之後先放入雪櫃，以免櫃內嘅溫度上升呢，而影響埋其他食材。請使用雪櫃專用嘅清潔劑去除污漬。雪櫃嘅內壁呢，可能會出現少少水珠啊，咁呢個懶形作用嚟嘅，係正常嘅，唔使擔心。